律师，各位先贤大佬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咱17分的这份是有较长的吼，所以呢，咱平安电视的解说当然拢解说到真清楚啦。但是呢，咱有当时啊，要听吼，可能爱因为互我感觉这段。是咧讲，当然电视咧甲咱讲的嘿是讲足清楚，但是我是感觉讲，这迄个自发自为吼，伊是咧甲咱讲一个一切法嘛，所以有当时啊，伊中国经要讲的。因为即篇互我感觉有哪听的吼，有哪袂使入就对啊。因为伊即篇所互咱去了解的，拢是有加有、有加空即两个而且咧转换。你要安怎确实会当去了解讲，啥物是有，啥物是空的道理呢？其实互我嘛搁。真模糊啦。其实咱真正要讲，毋知是咱过去罕见咧学这金光因，所以而且有甲空、实甲无，这两个相对的道理呢，咱很难去很注理的，才讲去像咱文明祖师讲，伊听着金光经就会当证哦，咱可能无迄个慧根吼，搁而且咧学的过程当中，其实这有甲无呢，实甲虚，咱嘛伫搁而且咧诚模糊，这是互我对即种的感受。当然，即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呢，当然咱嘛总知讲这是无上正的正解嘛。但是即个要得到，有得到，搁讲无得到，即个心法上吼，当然是咧讲意境的问题啦。免则讲有得到了，搁无得到，其实咱嘛是拢有得到啦，只是咱爱袂使讲伫即个有得到的过程当中去执着讲我就是有得到，就亲像咱拄仔电咱说讲过，咱虽然受着名书一记。会当地府抽名、天龙挂号，会当等于西方叫落世界。但是咱若无去即心，咱永远有当时会来，咱拢会讲，有起哩，搁落来安尼啦。起哩搁落来，本来是有起哩啦吼，咱袂使讲无起哩嘛。有起哩搁落来，安尼就麻烦啊！你袂当起哩遐住较久尔嘛。所以要起哩遐住较久，就是爱行较久啦。亲像咱拄仔电视师讲要去爬大东山，你到山骹吼，你毋通遐默啊等要去哩啦，你爱用行的才会当去哩啦。你若拄仔默啊等你要去山顶吼，是无可能的嘛。像咱修行学着共款，咱嘛无去行，就咱拄仔电视师讲行空不移。观自在嘛，咱若无去行的时阵呢，一切拢是空谈，一切拢是未到的。这是互我小小的感受的感觉。这个诸法，我讲较清楚啦，诸法，这个一切法，这个诸法。如义，这个义是讲啥物啊？诸法，这个义就是讲这个诸相，一定要了解。咱六祖甲咱讲，诸法在诸性中，诸性在诸法中，有无？诸法在诸性中，因为伊头解释的诸法如义，经讲起来，诸法如义，欲明分别诸法相。你了解这诸法相，了解一切法，
这是地义不同。这个主法上叫做哪？离主法点的内底元气，咱拄则有讲哦，元气，元是对主法上的物件，啊，这元气，元啊，元无我，元气无我，无我毋是无，你元的内底袂使叫元爆掉，袂使说元甲你爆掉，毋是讲今日你今日，哦。这个缘就是讲一切，这一定缘起嘛，缘起嘛，一定起来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人讲这个缘起性空嘛，当时呢，缘起性空嘛。啊，你今日缘起，你有迄缘北掉，那叫做性空嘛。但是咱今日是缘起了后，那叫缘北掉，啊无？哦，我结婚的一项，你缘变性性，你有缘北掉。咱电视常常看见呀，哦，伊是女朋友，哦，因女朋友的老爸，含迄个女朋友讲话讲到讲切，因迄个男朋友错探瓜下了后，把伊迄个女朋友老爸拍到一身躯受伤，有无？啊，怎个派出所？啊，这是女朋友的老爸，啊，当多咧，友会，当多咧忏悔。啊，毋知每个毋知会加袂，我是毋知啦吼。有会加袂，我毋知。是安怎今日去这个缘起了后，伊也袂含伊女朋友的一情当中有这物件。但是你这个缘起来了后，所以你明白着，明白着啦。这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不准我的女朋友和一个查某人介带咧，啊，就是我的我的思想已经出来了，思想已经出来了。这我的思想已经出来了，你看这是我在做。本来是好，但是每一个怎，人本来要给每一个怎，你看那边会当把伊做样给。我嘛相困难啊，因为我是，有那是不可能啊，我你今年考对不对？我头这粗鲁的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你一定要怎样？诸法爱听嘛吼，诸法就是一切法，一切法就是因缘所生的叫一切法。如你若讲无叫北掉了后，你叫做哪？你叫做观自在，你叫做见如来。哦，心中很容易找出来，因为呢，你用第二，你用真如本性，你用个诸法。咱听应该有啦吼。哦，啊，所以因为今日一切法，一切法的因缘嘛，就一切法，就一切法，你听无？即归就是讲，你有法通转一切法，你无一切法甲你拔掉，你无一切法甲你念掉，你缘起成空，缘起清净，缘起无我，你含你太来做，拢袂相咩啦，拢袂得罪过人，袂手我看咩？好多年哦，有点难，哎呀，好，拍手一下。我当半天哦，一般性都得罪过。OK， 家己心较无做啦吼。所以是呢，缘起了后，因为咯，你会摩擦。哎，这个摩擦就因为做可想。啊，你若多没有这种因缘，肯定存在嘛，你还无关联嘛。所以你。今日咱拢是伫一切法的内底当，咱看这个世界的一切法，缘起一切法内底当中，咱叫一切诸事因是什么物件？因咱只心无空，咱只心无力量，咱只心无清净，真实啊，咱念太严重，所以咱今日一切诸事因内底当中，咱无法度，咱为面对的一切事，咱怎样？只心都无力量，咱面对一切事了，咱只心都无力量，咱无法度空，咱无法度清净，是毋是安尼？所以这个修道就是啥？你心境到发心，你达到心灵，含心灵到发心拢无，达到应无所。我利用啦吼，伊达到应无所。无一个你心，无一个心灵，无一个发心，有一个心灵到一个发心，倒有一个人咧甲掌手，倒一个人咧甲掌脚，啊，倒有这个物件，伊含这拢总无，已经做惯了，为个享受就是讲这个物件，但是所以。过来就是，因为这个心，
这就是阮一年所相说的证。啊，你也破这个证嘛，啊来当无证嘛，因这无破嘛，因这个叫上嘛，这个上嘛，啊这叫做破上嘛，啊这叫做哪？履历嘛，破相入理嘛，哦，啊这个呢，这个一切法嘛，这规吧，就一切法是啊一切法吧。因为咱讲一定有这转折回来嘛。因为虽然一切法做出因为一切法咱有不足些物件嘛，破镜嘛，破镜这个结婚嘛，这个破嘛，然后讲目标，信仰只有这个信仰就是真实信仰嘛，真如本性嘛，这个无证嘛，啊无证就达到啦，清净无量嘛，是不是？这个物件，高一点来，这个物件，问到我，有啊，你参过一下。